我係鄭思俊，班號係 C114306入邊。咁我呢個 PowerPoint 嘅目的就係要講一講陳生嘅健康需要，同埋喺嗰個 case scenario 裏邊，同埋好詳細咁樣去解釋佢陳生嘅一個健康需要。咁陳生就係一個80歲嘅老人家，住喺院舍裏邊。咁佢就有一啲健康嘅問題，影響到佢嘅日常生活。咁陳生就有一啲輕微嘅聽力問題，令到佢要戴助聽器。咁佢係需要耳朵嘅照顧。佢就有咀嚼困難，咁佢令到佢就要食水餐。佢又需要一啲餵食嘅照顧。咁佢就有尿同埋屎嘅失禁問題，令到佢要戴著尿片。咁佢係需要一啲失禁嘅照顧。佢就心情唔好，令到佢個胃口就好差。咁佢係需要一啲精神健康嘅照顧。佢日常生活嘅活動嘅依賴性好高，佢又令到佢需要協助去換衫同埋協助行動。咁陳生就需要一啲餵食嘅照顧。咁餵佢嗰陣時就要喺啲液體嗰度加啲凝固粉，同埋確保佢個坐嘅姿勢正確，確保陳生坐直，眼睛望前，同埋喺水平線，頭向前，稍微向下，膝頭哥保持90度嘅位置，用一啲輔助嘅工具，例如叉嘅手柄就可以稍微加厚，令到容易啲握緊，同埋留意陳生嘅吞嚥速度，同埋餵佢嗰陣時餵得慢啲，避免一啲食物容易令到佢啃親，例如啫喱同埋糯米糍。餵佢嗰陣時就要話俾陳生聽唔好講嘢，同埋留意佢有冇咳。咁一啲飲食嘅計劃，咁喺佢啲食物裏邊就要有碳水化合物、蛋白質、脂肪、維他命、礦物質、食用纖維、水，同埋食少啲糖，食少啲鹽，食少啲脂肪。咁我就講咗陳生嘅健康需要，根據個 case scenario，同埋講咗好仔細咁樣講咗陳生嘅餵食嘅需要。